根据统计，台南市都市原住民有2675户，多数经济弱势，拢是长期租厝。对此议员施予新网接受电前伫总质询表示，真侪原住民因为伫偏远部落有继承土地，所以无符合资格申请袂到中央的租金补贴。不过，其他的五岛等各县市，像台北，上早对104年就变通推出补贴办法，独岛只有台南无，所以要求市府检讨。内政部是说，家庭成员未持有自有房屋，就是因为卡在这一点，所以我们都市原住民很多申请不到那个租金的补贴。可是台北市的部分，他也把它限额是不动产的限额是1237万，然后家庭的人口在台北市、新北市、基隆市内无自用住宅就可以申请了。意思他把它局限在一个范围之内，不是说因为你的部落，其实部落到台北市很远嘛，你不可能来回上下班嘛。他等于他的用意是说，你有房子，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做上下班的时候，就可以申请租金的补贴。我们现在租金补贴这个部分的话，在原住民的部分已经有加码，就是说它比一般的住户的租金补贴要多1.2倍。我知道中央有加码，加码没有用，申请不到，你再怎么加还是申请，还是没有用嘛，是不是局长？不过我们这个部分应该是这个我想，他们定的跟中央都一样，都有排付。排付我很赞成一定要排付，这个是最基本的。所以你看他们也是有排付，可是你要去想说，在排付的条件之外，他没有办法跟中央申请到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市府要去协助他们？多市原住民虽然是少数，不过为了保障因徛起正义的权利，议员积极为因经济弱势族人来请命，希望北县市府至少咱嘛应该伫排付以外，爱检讨评估可行性。台南新闻，阮吉张硕维采访报道。